再来看宜兰县清水第二园区的地下温泉水的管线，因为温度是真高，会沁出大约70度的蒸汽，某一寡游客拢互烫到。也毋过园区是强调讲，互烫到的游客只是皮肤红肿尔，无介严重哦。园区今仔嘛休困一天来改善这个管线。 来到清水第二园区入口，会当看到告示牌提醒园区进行地下管线调整，休园一天。就算官府已经提前公告，也是有游客被走一抓。不会网络上面没有扣，慕名而来。是哦。官府需要调整地下管线是因非代志。园区最高来的温泉水管温度拢真悬，拄着雨水的时会沁出大约70度的蒸汽。最近传出不少游客经过沟仔的时阵，互蒸汽烫着伤，多数是儿童。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，就是可能用木头的东西把它美化它啦，它蒸汽才不会上来，才不会烫伤的。伫第二区会当看到官府采告示牌，警告游客设置蒸汽，也毋过民众对园区蒸汽烫伤人的情形表达烦恼。为了解决问题，县政府勘察了后决定将温泉管线加悬，避免管线接触到水沟底的雨水，佮呛出蒸汽，吹拉休园一日赶工。那县政府要特别澄清，没有到烫伤。那有一些可能小朋友因为皮肤比较嫩，所以有一个哈点呢，就是皮肤比较红肿而已。 对园区蒸汽烫伤游客，县政府强调是因为部分的囡仔皮肤较油，经过蒸汽时有红肿的现象，无真正烫着伤，也无就医的记录。园区内也有提供烫伤药具予游客用。那加关管线了后，除了避免产生蒸汽，也会当解决管线后其他温泉水和雨水降温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